改制婆娘，Radio 起步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改制婆娘的几把歌词歌。今天呀，有一位来自青海玉树曲马来的一位美女歌手将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担任本期的欢乐新播客。这到的大，对这个改制婆娘这些呢，从玉树人车马来的别着那些那么近，等你莫生一些些呢。她的家乡我们知道了，还是要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她。呀，娘的记得。去啦，看玉树车马来那些。你东居日落，玉树可养着若用这样的这，下个昂当不妥。你东居住落，马起就咱人的的，下个昂你不妥。你东居个落，没给着切的当波，养着家族西巴贝。他们这着了热啦，看着小亚当，年若马所月。这不能把这人家这个这婆娘的电力设备跟着的是呢，有些车马来的别接了嘛，去哪了咦？来，各位，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来自青海玉树曲马来的藏族歌手曲拉，有请。那是，欢迎曲拉。这是的嘞。这是的嘞，欢迎。这个这婆娘的别这是月。你土马俺今年成那个主播做了，上着继续录起。那把年轻看上，俺的朋友有是个车马来的上的可以那么行，等你。我让个车主用起讲出去把电脑呢，了开始是去南巴兰不急，从么干小，这是的。欢迎曲拉，曲拉是来自青海玉树曲马来的，对吧？咱们那海拔我听说有点高哈，就有点。是4000多是吗？是的。哎呀，特别的欢迎这个曲拉从4000多的高原来到成都，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的录制。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曲拉，有请曲拉给我们推荐他优秀的作品。呀。从嘛刚刚说，我点那个改制婆娘，那么出来，年底呢，我让个切住啥吧，用起讲出去吧，那呢，了做切吧，用起讲出去吧，电脑把说了不急，等年底轮到呢，用张开呢，我老公就没起来着，做张开的人呢，跟先开个张子着，等你我做从嘛，轮到了几大，赶紧切。
yin tini tero nguti jila tina ngi ta ta jila tiri tini ti la ti nyong na ngi chung dong mi shong se re tini ti yong zang pa po na nga chu yu shi ni chi ge da chi wi ge che ro pa sang re tini chung jang yin ge ni ma re tini nga chu ti la ji ta ga den chi感知婆娘，咋就喜不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好了，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也再次欢迎曲拉。这次来到我们欢乐新播客是带着一张专辑来的，对吧？二弟。是。哦，我们这张专辑里面一共有多少首歌？13首歌。13首歌哈，都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从嘛到撒种的组织等着参与的嘞。啊嘞，那就算的撒种个来用种种啥啦？这样。啊嘞。那大家吃的些的啥吧的没了，用起讲手机的是。这样用起讲。对呢，那就算有的是，老家吃啥的做个是。他去录音的这里。哦，好，啥录音这的做的。你吃的些的等下是配个军菜的这里的。当俺那个穷的呢，接触个了，他从。gashi tana是来就找我gashi三个来就全国啊你这个了da nga rong go chidu da zu phana che zu ro nga ko da pusong da zu ro chung di go pusong ida chung go re ta che di se de pji de ta wa ya che sa da nga che zu ro ba che du yu na ta nga ga go de sa nga sin ni tan da sha nyo la ti nga lo yin da za ta de ni ale je da chu ge che di se de yong ji jiang su se di nong ge le yong ji我大农用啥些写了二个，这首歌特别好听哈。对，就等开始讲是去年个娘来节的上学。是，东宫这一节呢，
的了的千八上着有人，千八上把的，可大家的搿种样子了，的用的没那种么事的，没那的能过呢，千上把的，明白有人，但你咱们这的没从嘛就这个种，的了的干活的我让过，的了的专门都上身在热的，嘞，的那我让过，从嘛的上把的，从嘛我个让过嘞，这个呢。嘞，俺妈去你嘞，俺那第几了결혼 그때了的要么经个上来결혼 그 체리 세대노 주로 차상지 래 살아. 안데 뭐로 지래도? 근데 뭐로 그래요 말에. 용자 이제 겐디파 니마 장수 상데 지래. 근데 친자 이제나 게 테텐존이 그 상데. 래 겐테텐존네. 제제야. 라세. 라라가 뭐치쇼가 몽주를 리자서 된다. 지도로. 제티 돈도 돈 예온디니 몰른다 못한거래. 다 뭐만 이제나다 몰른다 리도 맞대. 진짜 라세. 야, તને 아나니 통통지래나. 야야. 我在那用西郎看你热悄悄看有我世界，我感受车就没跟错，请我们个肉眼伴着。哎呀，这首歌非常好听啊哈！您看看唱的真好。这个
来自玉树群马来的，这个有很多歌手都是那儿的哈，台州香才、德基才人就德基老爷哈。你们有没有合作？有一首。哪首歌？先去就要走这。알아주리세데니노 데지세르 촌이가 냐올레데 센지줘야세리 레온디가 치동 동장켄 센티고 생장지게 진카교 장스리 데니 용전지는 아 주파이네 뭐 프로모치 가효즈 인데마 르마데 체르춘이 세바데 디용레 데니 다모로 인지디 토는메 베서다 니 지딩 사라지 디자네라 딜레지가니 라세 re tani usan saundar nga si nyam de nyen chda gu tupo so de landel si ne ra re 야코리 히레는 라미 송기만가 요리 캬치 공바만다 원타트 마시 조데디 차쇼나 소소냥다 강스데 콘데시다 라바냥다 유쇼 가라라라 버르님들 조쇼 가라라라 세마냥다 조쇼 가라라라 들라 으셔 조로 센라 센비 제로 셈지셔 노바나 어먼저 대동찬데听过了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朋友之间的那一种特殊的缘分和情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舞台交给曲拉，
一起来欣赏他带给我们的更多的作品。呀，从嘛demo我得让个家住朋友，那么去来因，年底呢我让个切住，用起江苏西巴的那呢，不么年住马西巴的，从嘛人不急，今年的青来人家呢，给长寿个长吧热，用人家呢我让个长吧热，从面的累积的垃圾牛肉，改成切等特级切什么。家住朋友，咱就去蹦，这不能把这个家住朋友连成这些呢，等你上家来因，等你中他我就去来了，你听那个主播做这些电影。我家就从特克里从嘛主播中么那把从嘛，改成切些，等你切那把从嘛，小王郎主的各自的汤有这些么的些，这些的嘞。谢谢曲拉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星播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动人的分享，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也祝福这个爱唱歌的女孩在未来音乐的道路上能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好了，各位，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欢乐星播客，轻松过周末，下期节目咱们再见。呀，大同嘛，这里，佩林，这里。牵着月月一风都来，落落聚聚比扎西秋。